6年以前，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我行入每个的小村小镇，我收集市井小民的影像。10年前，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学习音乐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我见古人我的故乡，我要行入我的土地。一起来接受表情。真的好，我考得真好。你，光圈。我喺跳欣赏，我喺劳工样式，我喺正式劇。哦耶！我係音樂創作人，我係紀念個師傅，我係李國平，我愛迄群我嘅一號表情。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開始呢 ，Rita 是為今日福氣來咧，為了大家分享青島溫暖的故事啦，和台歌曲哦。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來介紹一個來自花蓮的音樂創作人 Jelly。今日係你客家天使愛界 No.1 表情嘅節目主持人。喺今日節目當中，所來談嘅故事，韓國欣賞嘅當學堂嘅音樂哦。你呢下是邀請 Jelly 為大家來演唱節目嘅同名歌曲。愛界 No.1 表情。这里的风景真的不错，这里的人情味真的很浓，认真在工作中快乐的过。你最棒的表情，享受生活，爱个 No.1 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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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 表情。謝謝哇，Jelly好！哇，家下唱起來呢，遲到當要快啲。一開始先我大家問好一下。大家好，我係李國平，我係音樂創作人，我係紀倫國師傅。哇，很強哦！音樂創作人咧，紀倫國師傅啊。我嘅下法冇好啊，就是有幾句我會盡量去把它學好。當真，你嘅精神出錯咧，好冇？係，家下一開始從我嘅 No.1 表情呢，就是節目當中。你當然 video 節目創作嘅歌曲係嗎？嘿，我嘅在這個節目裡面，我有個任務，就是在去各地去跟勞工一起工作的過程當中呢，可以寫一些歌曲，那至少可以寫出3首歌這樣。一時我寫3首歌曲。no 一起就是全部整個節目旅程裡面要寫3首歌。錯。哇，你有吃到覺得很新鮮，也很有挑戰嗎？跟很多勞工工作上面，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是你要去感受他們的那個當下的那個他們的生活，會給你一些那種刺激。那個刺激對我來講是一個在創作來講是非常非常會給我很大的靈感的來源。我家聽唱歌，我知道一首歌曲喺度講，我嘅 No.1 表情喺度，青春有嘅就係人情味。吐貼。吐貼啊！好，帶給人那種感覺是很貼近的哦。你自家來寫歌曲，因為就係教練樂團嘅主唱咩？自家咩寫詞寫曲呢？嗰首寫歌對你來講應該係真簡單，唔過愛來寫人哋客家歌，一定挑戰青島。客家歌，這個是 No.1 表情了嗎？我有試過啦，我有試我有這樣我晚一點我會等一下，接下來我還會再跟大家表演一首歌。客家歌吼，
是我原本的国语的创作，但是因为我在第2集我们去探访那个波hen岩，哦，那个班仲跟班仲他们去攀山过梁啊，基书啊，基书诶，然后还有去爬电塔，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很单纯、很纯粹的那种土地的感情，然后给我一点灵感，我就把我的那首歌曲叫《学你那样》，把那个主歌把它改成哈法。其实生命当中哦，青岛嘅创作嘅灵感吼，就是你生命当中你有经过嘅事情嘛吼，开始搞音乐啊，刚可能弹吉他，你用左手弹，你左撇子吗？这样子弹，自学的，弹共音乐就自己搞起来的。左手没有老师会教，所以那就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无奈的自学。应该讲动腔哈，动腔自家教就教起来咧，就开始来教音乐。不过自家好音乐嘅歌唱一天挺辛苦啊。写歌词吗？自己怎么样开始学习音乐的？学音乐，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在学，我是那个专科生，那。我的老师他刚好是那个办那个歌唱比赛，就好像，他有一天他就突然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参加唱歌比赛这样子？那我在想说，可能因为我在班上都上课的时候都不太爱念书，有时候都常打瞌睡，然后呢，老师才想说，那我应该是很会玩，就找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报了一个创作比赛，就我人生第一次去做创作这样。然后我也想说尝试看看，吉他也不会弹，就是拿着，因为以前很喜欢听那个一个乐团叫做超脱合唱团，就是很多很爱玩音乐的人，大家一定会知道这个团体。然后因为他们的吉他的弹法其实蛮简单的，然后我就想说学他的方式，然后就写了一首歌。就参加比赛就拿了第2名，耶，就有信心呢，就开始搞音乐。大家好弹摇滚乐，或者是有看很多表演的话，大家没第一个教练乐团的老生歌与空爱的表演啊，不是 Jelly 有空爱的表演，听众们有听到会收获，在音乐路上很多的好朋友一起玩。我有一段时间都是跟生哥一起上山下海嘛。也是攀山过梁一步一 Q 音啊，就是到很多地方去各地表演。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让我得到最大的收获是我也是很有这个荣幸可以跟生哥这样子这么知名的，然后就是在音乐创作上这么的让大家很敬仰的一个艺人。然后在他身上就是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去得到一些体验，这个是对我来讲得到最大的收获在这边。对，其实是蛮简单哦，其实 Jelly 呢，几年前他给到跟乐团是打败苏打绿，还听2个乐团100万的冠军嘛，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可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把你们推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不过有青台嘅存在，帮你变做给人狗嘅师傅。给人狗的师傅因为我在写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遇到了瓶颈。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创作一些新的，比较可以刺激到自己的。那每次写的作品都一直觉得没有什么改变。那后来我就去书店，诚品书店看书，就意外走到那个烘焙区。然后我走到烘焙区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看到那个就是这个戚风蛋糕的那个戚风蛋糕的书啦。我看到我就因为它的外表呢，就是看起来干净，然后简单，就是这样简单，很单纯的，很纯粹。那我很喜欢追求很纯粹的东西，尤其是在文字上面，就是可以找到一些简单又强而有力的文字，给你力量。那我就看到蛋糕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像很符合我自己在创作上面的想法。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爸，说：“爸爸，什么是戚风蛋糕？”我爸爸就在电话另一头就骂我一顿说戚风蛋糕你怎么不知道？我们家都是做戚风蛋糕，他是做那个像那个什么那种以前那种古早味蛋糕，上面有涂鲜奶油嘛，有黑枣樱桃那一种的，有没有生日蛋糕？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我很兴奋，我第2天马上就从台北杀回去花莲，
然后跟爸爸讨教了，对不对？跟爸爸就变我先生了。哎，很赞哦！啊，爸爸老生日抢下來做幾兩個係真幸福嘅。等下喺你節目當中還有一位特別嘅大來賓哦，你係做得看到有幾兩個嗬，佢咪算係大工商之一咯。你等下聊一下，繼續做到喺你嘅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青島青站嘅故事，韓國好聽音樂，聊一下繼續進來哦。歡迎大家進到福喜來咧，頭先講到，今日節目當中還有一個特別大來賓係馬莎呢，是喺你哋氣氛蛋糕嘅幕後大推手功臣咯 ，Jelly 爸，阿雄爸。大家好，我係李金祥，來自花蓮牛里金的人。哇，歡迎阿雄爸，Jelly 看到爸爸來上節目有情感痛冇？情感痛啊！第一次，第一擺啊！第一次上節目，第一擺就送梅恩哦。不過其實之前客家電視有訪問過爸爸哈，因為用鋼琴有名咩？等一下節目當中好好來介紹喎哈。係啊，阿雄爸，請問下，你拉要按強哈？你做幾輪工？你攞幾打幾多分？幾輪工啦，即係我看今日按用嘅吼，100分有啦。哦，做上鼓勵一下100分。做了一獎啦，色攏做對了，做對，那按用1獎，安尼廣東講。啊，廣東哦，有嘅平時哦，真係請廣東哦，吼，就算有事情咩係當真爽嘅。因為其實Jelly從音樂人到你客家電視台嘅主持人，韓國用你這個行業來寫歌曲，韓國做幾輪歌，爸爸對佢來做音樂安尼，一路行看起來有咩心得冇？有咩感想冇？講實在吼，佢做音樂我家佢讀書過，我都沒有很贊成啊，母親贊成。係啊，我都想過，你嘅傳統都對不下嚟，做點類咪做點，阿毛都，你教阿講嗰種門要攞俾讀書，吼，佢講有較好嘅成就冇啦。啊，佢都唱歌嘅，啊唱，我第一期為了唱了歌，嘛費很多，嗰個金錢啦，嘛千多苦啦。因為我媽特別老講咧，唱歌冇咁簡單啦。你看到啲嘢冇咁簡單，哎呀，你要唱嘛，又要你咯，就你咯，你天賦嘛。所以咧都，即係話定做成年人都想冇咁簡單，一下都。唔盼得哈，唔盼得來按辛苦。辛苦啦。唔敢講我了解，因為我咩唱歌嘅，我不講你咩不笑。唔過我就去做喜歡嘅事情咧。咁一下唔講到傳承福卡嘅事業嗬，一下真嘅要傳承了，有感動冇？我嘅哎呦啦，我而家我嘅思想是講吼，你做成年人吼，都要傳承成分嘛。唱歌嘅咪強樣，唱歌而家唱歌嘅你上無上講傳承，你上講那上班嘅人哦，一個月都要幾多？做得啦，你做音樂人剛。做哦，攏冇個錢啊！你無法一天愛留去天數。啊，我媽講到係錢唔攀平啊，講你話特別嘛每度人啊攏留去，攏特別攏講唉。用誒，有相差冇？冇用，特別講冇唱過。甲拜嘅媽媽要出家，嘅媽媽先鼓勵佢啦。哦，真嘅哦。就說 Jelly 媽媽是非常贊成你。嘅媽媽先要鼓勵佢啦。我都想講吼，對無下，安尼吼，條擺人都停得無下嚟做，真好。佢都要行個思想啊，你唔好無法度。係啊，唔係愛留佢，安尼一定鼓勵他啦。係啊，要鼓勵啦。呀，媽媽冇吹咧。冇吹。我記得當時啊，我有一段時間是已經有一點決定說不要玩音樂這樣。對的，就是有挫折嘛。然後那一天啊，我在補習班工作。工作是做班主任，哇！可是是負責招生的，那種很大的知名的補習班在台北。然後那時候我就打電話給我媽說：“哎，媽媽，我決定不玩音樂，然後我想要好好的做一些工作這樣。”然後後來我媽媽原本是很反對做音樂的，然後呢，突然她就跟我說：“你為什麼不玩了？繼續玩嘛。”真嘅呢。然後
你有需要再买吉他跟我说啊。他整个人就改变，然后我有点惊讶，然后隔了没几天呢，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妈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是她给我一点信心，就再玩，继续再玩，然后我就组了，后来才组了这个教练乐团这样子。你要想到妈妈，请感谢佢啊！哎，感谢。系哦，真嘅要安尼嘅。按好嘅爸爸媽媽，我知道就係一路行好嘅動力啦，吼。嗰時候阿雄爸，你阿雄到Jelly媽媽係喺邊聊冇啫喎，安尼個要叫咧，係啊，唔是少，其實生嘢自家會尋到嘅路，可能也按優秀，係嘛？不用知道請公用，係嘛？啊，那咪哈，老來，那咪哈啦，情緒來了，抱一個，抱爸爸一下，都哭了啊！不要哭，乖。我是感覺講創歌啦，條路行得做，又行得辛苦，啊，愛做生意，我是感覺，你做生意較簡單啊，東西都做好，來賣都有錢的。唔過唔要請認真啊！你做幾輪歌咪請嘢啦，我要數你啊！我是自細老人學師的啦，做電台啊，我母阿媽，你都苗栗人高音啊，爸爸都那個做工嘛，你我是自細15歲都出來老人學師的。我阿公啊，咩係20年啊？哎呦，古數，二胡，哎呦，愛顯的哦，愛顯，我爸爸就基本請我愛顯的。古數。阿雄爸，我同你講，音樂老一做也幾輪歌，全也無卡嘅傳承，而家下來嘅成行都有咧，嚇，來嘅親戚還用嚟做幾輪歌，老音樂做了一個 MV 呢，叫做 Baking Holiday， 幾輪歌嘅歌哦，嚇，你有看過呀 MV 嘛？有啊，佢都對我嘅特別大啊，佢拍到片對我嘅特別，你眼用利用打。哦，就係自家不卡落去呗。我擺喺工廠。哇，很讚哦！你看，安尼又知道哇，很感動啊！來啊，翕 MV 出啲木卡嘅工廠，嚇做下來翕，真讚嗬。咁咪佢創嗰家啊，定用公婆嘛，為了講佢，咪要多行村咧，平啲人去創啊，留嘅陳生啊，就去啊，陳生都特別靚嘅嘛，要去度看啦。啊，佢啲個海水浴場嘅藝龍啊，芙蓉嘅藝嘛要去度看，我家嘛要去度看啊，我帶個媽媽度看啊，希望講新年嘅其他愛都好冇。咁你支持就出嚟，好，我是講希望做下第一條路啦。自己一條路好，哎呦，生意經現在做乜嘢事？係啊，誒，嗰時候見到 Jelly 嚇，然後爸爸強下自己嚇，無論係對幾輪歌，亦係音樂嚇，遇到都遇到自家嘅堅持，也愛介紹本大家 Jelly 佢嘅 Baking Holiday 蛋糕嘅，你強下嚟欣賞佢嘅 MV 哦。好想跟你一起度过这个轻松浪漫周末，将我最爱的甜点跟你一起享受。如果你喜欢这种滋味，就让我好好准备，动手为你烘焙最美味的气候。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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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Baking Holiday, Jelly 這個 MV 你有你嘅想法係冇？你嘅想法就是我這個 MV 是用1萬張照片去堆疊出來，然後做成的一支影像。可是主要是因為我當時我拿到了一個文化部流行音樂產業局的一個創意行銷的補助案，那這個補助案呢叫做烘焙型男唱到家。哇！那我就要透過這個計劃呢，就是你只要跟我購買唱片，然後跟蛋糕，然後呢我們有像那個麥當勞一樣的那種套餐式的 A 套餐 B 套餐這樣子算，然後呢你只要有參與這個計劃，你就買套餐的話，我就可以在你指定的地方唱歌，所以
我的目标是唱100场，所以整个台湾我都跑遍了。哇！对，然后呢，有跑到那个有大医院里头啊，然后还有在假牙工厂啊，然后还有在很多生日的派对里头。然后就是很多全部有特别活动啦哈。对。哇，古时候一個 Baking Holiday 呢，除了音樂學堂，要看到青島人生嘅故事。等下再來呢，節目當中呢，老太家介紹行那度，行個行那好食嘅真實嘅雞卵糕哦。等下再來哦。攀山过两行路，一步一脚印行路，高矮技术条行路，爱就要出发喽，行路，学你那样单纯的笑容，自由自在飞翔的云朵，学你那样简单的快乐，像个孩子调皮又跳舞。耶，好你爱哟！这首歌就是我在那个哪个 No.1 表情里面跟那个 Paul Henning 班仲他们一起去盘山沟梁的时候，然后他给我的一种土地的感觉，然后我把它写下来，这样。很赞哦！大家听得好听的歌曲，韩国呢享受的现场按到嘅香味，这个都是有得摇了。你做的人出看了。想把它拿本来批啊，真给人家批香，后水就会流出来嘞。亲天然啦，跟米亲天然。哎呀，呀，他爸爸出最佳代言人了嘞。跟米是一伙啦，没有香料的味道嘛。这里老太家介绍一下。哈。嘿，从几片好诶？这个阿坡七风。阿坡七风，地图系嘛个？它只是单纯就是柠檬。哦。但是我用特殊的刨刀，特殊金属的刨刀，那个柠檬皮刨开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它不会有化学作用产生那个苦涩味，它不会。哦。就是你可以吃得到，真的是那种柠檬的那种清香。哎呦。对。有没有看到阿坡七风？阿坡七风是因为我在从我现在在台北住的地方，你要走到工作室，差不多有5分钟的路程。每次都会经过一个巷口，然后有一个阿婆他都会在那边卖菜，就蹲在路边卖菜，就常常看到他这样，我觉得他感觉看起来很辛苦，然后那些菜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处理，都是泥土这样。哦，就我有水喉哎。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就想说，我今天要做菜。然后想自己做菜嘛，就想说给他捧场一下，经过看一下，然后呢就看到一堆柠檬然后那个柠檬都是长得没有很漂亮，但是它是没有用农药的，我就后来就跟他决定，就是想说，看他那么辛苦，我一次把它全部买，但是很贵。你买的是最天然的，对，天然的然后回去拿那个做戚风蛋糕，就一做起来吃起来很棒，很棒，所以我就想说，就取名叫阿坡戚风。好，阿坡戚风，俩嘛吼，俩。今天东向，饮40批度柠檬的味，来了其实，做对吗？又捞个皮皮孔做柠檬的表面不会动用，而且一清爽又亲民，就是很，我觉得它是一种，因为我们柠檬是平常我们在做菜会常常用得到的食材，所以我会觉得它比较亲切。哦，这个是好，好是该俩人哦，伯爵茶，但是我是用法国的茶叶，很贵喽。1公斤好像7000多块的茶叶，对，就是但是因为它很特别的是，它有矢车菊花在里头。矢车菊花是
蓝色的花瓣。那所以它在跟那个佛手柑啊，还有那些茶叶混在一起的时候，会跟一般的伯爵茶叶不太一样，是很特别的。系其实哈，你都唔是吼，是过来，你也是爱食啊，好爱食。当然嘛，有时给人过。当然是，我常常有新的口味都会给我爸爸吃。很好但是就哦。太建议了，会黐蝕啦，但摆嘛做嘛会黐蝕。嘿，基本嘅吼，由 Rita 来为大家取谢，伯爵的味道很香哎。直接用茶叶，然后我直接茶叶打成粉末，然后跟蛋糕一起搅和，所以它那个茶香会非常的浓。我觉得蛮特别的。做鸡龙果，然后挑妹的就10度，知道了哈。不过你要当幸福，当你上心嘛还是有些。这伯爵味道它比较没有那么呛烈，可是它茶香很浓，但是却是很温润的感觉。大概是不太一样，改良啦，冇咁甜啦，冇咁甜，冻心过。鸭蛋做较甜啦，因为鸭蛋个冰啊，怎啊店面都冰。冇变来卖哦，所以佢哋要靠冇咁甜，但是要变啦，变等啦。最佳代言人讲，你系冻甜控诶，哈，你系冇干嘛个肉诶冇诶，天然诶，天然，你爱挑牌爱师傅教爱，咱爱讲哦，鸡龙果唔是冰嘛个人唔是冰嘛香料啦，因为哦，你软啊汤。面粉嘅面哦，都做得。自然的哈。系，佢特别讲啊，唔是冰嘛。那鸡龙果吼，越呛哦越好食。越呛越好吃。其他鸡龙果呛。很绵密。呛多吼就清大鱼都。因为我也没有放那个泡打粉啊、塔塔粉去煮泡它，我完全用天然的柠檬汁啊，还有盐，用那个冲绳海盐。哦。好，很好食，你要做嘅係乜？所以你也得来食做，真好食，我来食真好。系啊。我等你啊，你较多、较老的人哦，就是你嘛较好啦。系啊。你吼不要吃很多那个油啦哈，它这个也没有什么油嘛，它就是真的是少盐、少糖、少油。哇，很赞哦，很赞哦。这里这个少糖啦。你介绍了解。这个叫季冈辉，其实它是黑芝麻酱，我用那个日本爱知县的竹本芝麻酱去跟它做调配。跟一般我们常常在台湾，我们常常买那芝麻酱回去吃哦，都常常会有那种芝麻的那种油耗味很重。那这个是有一点颠覆那个我们一般对那种芝麻酱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比较没有油耗味。唐公，家季冈辉是一个时尚的颜色，所以我们现在要吃的是时尚的蛋糕。它这个蛋糕好处就是没有放那个香料哈，或者颜色来调配，就是食材，天然的食材去调配的味道，它是可以乱用的天然的食材了。阿兄爸，你讲完都不意了。我们的羊羹大王接下来要介绍他的拿手羊羹，勇敢哈，你了勇敢，很好哦，人爱吃好好做得吃食的。你伫哪卖到呢？呀，我就卖了卖莫请发啦，卖花莲县有啦。花莲县还有个台糖，光复通常用买那个羊羹啦。系哈，就是直接，通常都是打电话了，直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因为都要用栽培啦。栽培较多啦。好，所以呢，係講外賣凍鳳片，皮起來是凍甜的因為味道。當然用力料嘛吼，佢都起碼都見過嘅。凍好是。奶爸爸有港哦，是它已經算是整個台灣來講，有少數做羊羹來講，它是已經算是它剩下它在用古法去做。用那个就是我们都是用火去熬炼长时間熬炼。一般般要油嘅，用到要出火那個米啦，你要用手工的啦，手工唔係用剪的啦，剪的較麻煩，有啥有一點那個炭燒味。大家一下煮乜嘅煮好係手工嘅、天然嘅，安尼係最好嘅。哇，很好啊！今日請幸福做的是到按好食的戚風蛋糕，韓國勇敢啊！哈，當然喺節目當中，我想你了解都係烘焙大師。那個我想是爸爸聽朝要當到深度嘅，我上嚟撈 Jelly 講。冇啦，你以後你一講做了東西都
变到你一家，你一家的理想去做啦。我去感觉他会求好心切，他都会去找不一样的，他和我不一样，他很会去做别的，不去那个拿那个新的吼，我去创新出错新的米去做啦，我特别我冇按3万，我去做迄模啊，比较3万，我都做原来有去买电器啦，你较大细啦，都上工汉拜个电好生的啦，会做电器。将慢慢，我等吼，了久了点都，变伊个愈都错的啦，吼，将伊变伊个哎又家庭汉排做得接电器啊，我了去模仿做青苔啦，都变伊个愈的吼，哎家庭汉排当去发扬光大啦。我等你就当下做都冇做青苔啦。爸爸用心良苦啦，这里也有大爽啦，这里也有买给帮忙。我现在是有计划，先回去跟我爸爸学那个技术，就是那个技术，那个做养根的技术这样子。对，要传承了。这个慢慢要啦，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都没有人，我们小孩子都没有人学到，也很可惜啦。嘿呀，真的啦。古法嘛哈。我这个是从来都西番哈，53年了，我现在都做到了下落呀。好，你啊大爽啦。有啦，阿雄爸，佢讲叫转去好嘅啦，大爽啦。系啊，我相信安尼嘅好米是听说爱传承下去啦，这里面请用心。慢慢做啦，其实怎么做平安人较好啦，比较创新啦。爸爸非常的肯定哦。啊，电视都哎呦传统做先啦。系啊，啊，今日真嘅非常感托，感谢这里带来你嘅祝意，感谢阿雄爸带来你53年嘅好米是哦，我相信。两子爷呢，为了安样嘅好米是继续传承下去，加上这里嘅好音乐哦，要带俾大家青岛嘅感动。今日节目当中呢，非常欢喜有请两位感谢。那有到东埔来当到我哋花莲玉里啊。好，我要去你哦，走得哦。系，阮到义里养根哦，那都满会到的啦哈。讲阿上了用的。好。你们让介绍嘅买面嘅鱼满拢满会到。走到镇上就说阿雄就知道了。阿雄，你就要出来了哈。对了。好，今日感谢大家嘅收看，等下听咱线上来做运动了，什么大家嘅收看。好。